我們現在在東區的混市集，然後等一下會有東東哦，這個是我們的阿坤，之前有來過的一位選手叫鄭如君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呀。然後等一下東東會來這邊唱歌啊，大家可以趕快幫我分享出去哦。是存在的代價，不想讓我慌亂，忍痛責備的話，看天再一次暗了，我來不及道聲不安，有點混亂，有點慌亂，晚安。才發現承諾是謊話，你倒下了，我只能旁觀。我越來越愛不愛都成為我們的負擔。我想要痛快地離開我的依賴。多少個人受痛的夜晚，你叫我別回來，我掙扎看你的臉，憔悴的心怎放得開？我來不及道聲不安，有點混亂，有點慌亂，才發現承諾是謊話，你逃向了，我只能旁觀。我越來越愛不愛都成為我們的負擔。我想要痛快地離開我的依賴，我想要痛快地離開我的依賴。離開我的依賴，謝謝大家。哪一首先？好，歡迎我們向後進來到我們混市集。那今天大家來這邊有福啦！我們今天有一位特別嘉賓。好像朋友有没有看過《红人榜》的？嘿切，笑一下。來，大家，东东來啦！猜猜我們在哪裡？我講了啊，你講了，我講。應該現在有人沒知道我們在哪邊，只有一開始進來知道我們在哪邊，剩下的人你們猜猜我們在哪裡？這是我們的阿坤，然後東東。以為這是東東，這就是東東。對，這是真的東東，是野生的。好像我朋友看過《超級紅人榜》嗎？有哈。OK， 那這一位這個奮戰非常久的東東，今天來到我們現場。他這禮拜天是最後一站，就最後一集。最後一季 ，OK， 好，所以現場朋友都可以一起到我們紅人榜一起支持東東。他首先在第一首歌放的耳熟能詳的歌。沙門沙利。现在也无再
風吹草動嘛心叮當，想你三年三日，一點一滴安怎放袂記，無你帶走的我的靈魂，只有是隨風亂飛。先生比较长一點。他要歪地嗎？看似真正決定的一天，比如說台中綠園道的時候。風吹草動嘛心叮當，想你三年三日，一點一滴安怎放袂記，無你帶走的我的靈魂，只有是隨風亂飛。吹草動嘛心叮當，想你三年三日，一點一滴安怎放袂記，無你帶走的我的靈魂，只有是隨風亂飛。太好聽了吧！來一個熱情的掌聲，耶！謝謝董董，來這首《沙咪沙利》，好久沒聽到你唱現場，好喜歡你。好久沒見面。對呀，開心。你們這1-2年的時間，對，這2年。那個心理壓力真的超強大。後面你就麻木了。我已經麻木了，是不是？我再試試看。我覺得我後來覺得比賽這種東西真的是，就偶爾嘗試一下就好。我覺得比賽真的是跟表演真的差太多了。對啊，在比賽的時候那種，就是每次只要3尊坐在前面，4尊的時候，對，就會那個突然都不會唱歌。我跟你說一件事哦，今天就是一個非常剛好的事情。反正那時候就是婉婉找我的時候，然後我就跟他說了這個時間，然後因為剛好就是今天我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粉絲，他剛好從馬來西亞來，他就在前面，他也是馬來西亞人，對，超剛好的，所以就是就是一個緣分，然後跟馬來西亞沒有緣分。好，我一定會找時間去。好像。好，下一首也是一首耳熟能詳的哦。大家如果像我朋友會唱，都可以出來。這麼偏難一點。海闊天空是你來的。鋼筋。剛剛唱到好高難度的歌。剛好寫的。可以。你對我說飄來自坦克標的心窩飄遠
風雨裏追趕，微風把記憶中天空劃破回就你沒有了，你也是招手。迎接黑暗與嘲笑，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。一剎那荒廢，於驚所失的等待，不知不覺已心領愛。願有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，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。背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也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淚向樹飄過，懷着冷卻了的心窩飄遠方。風雨裏追趕，霧裏分不清點裝，天空海闊地浪，我會願讓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。怕有一天會跌倒，背棄了理想，誰人都可以，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。听完之後海闊天空的感覺，現場朋友來掌聲吧！耶、感謝剛才說海闊天空。我每次就是這種不很常會在點，然後每次都不會唱，每次都不會唱。對啊，因為我粵語就很爛，我就只會那種就是對，把給空中那幾頁。超不热场，超热，看那个。
然後下一首由我來跟东东合唱，哇，有點小緊張，但很開心。大家真的要去多follow一下东東，他的作品都很好聽。然後他這個禮拜就是奮戰了2年，最後一戰，大家多多支持他，到超級紅人榜繼續收看鏗澤東 ，OK。你還愛我，你還愛我，你跟我會不曾經成為的你是沒想到這麼早到這，看清你我到底該說什麼，總以為還有一輩子的時間我能跟你說。你不用對我說什麼，我哭不是因為我真的捨不得，只是覺得努力了那麼久，最後卻還是還給不適合。也許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但我無法看着你離開。你還愛我嗎？你還愛我嗎？我沒辦法看着你雙眼說的你懂我的怕，你懂我的愛，你懂我會不爭氣，想回到你身旁。你不用對我說什麼，我哭只是因為我覺得捨不得。我們已經努力了那麼久，最後卻還是敗給不適合。也許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，但我無法看着你離開。愛我嗎？你還愛我嗎？我沒辦法看着你雙眼說那句話，你懂我的怕，你懂我的愛，你懂我會不爭氣，想回到你身旁。你還愛我嗎？你還愛我嗎？我沒辦法看着你雙眼說那句話。你懂我的怕，你懂我的愛，你懂我會不爭氣，想回到你。我們一輩子真的很好遠，期待一輩子的時候，你不在我身邊。耶！大家來給我們鼓勵分，謝謝大家。好，東東有什麼話跟大家講嗎？很高興可以在這裡唱歌給大家聽。耶！那大家記得都可以把東東 follow 起來，只要到你的那個
各大平台搜尋鄺澤東就可以找得到他，就把他作品聽起來，然後把他的 IG follow 起來。然後這禮拜五都要這禮拜天，然後到這個超級紅人榜收看我們鄺澤東的最後一站，一起支持他，好嗎？各位，好嗎？各位，尊重一下，我是在說話。有在尊重嗎？沒有沒有，低着頭滑手機。再說一次，要記得支持一下鄺澤東，可以嗎？因為我就是在搜尋他名字。什麼？你在搜尋他的名字是不是 ？OK， 要follow起來。來自馬來西亞的朋友都是可以交流一下。馬來西亞的你好怎麼講？啊？有差嗎？阿巴 ，OK， 阿巴。OK， 謝謝大家，謝謝東東，好啊，好，沒問題。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盧軍哦，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盧軍哦，我們的紅人榜的選手。对，阿坤也是我們紅人榜的。大家可以追蹤起來哦，謝謝。你下个要录。加油！謝謝。大家刚刚听得如何？這週就是最後一集，後天大家要收看哦。之後就見不到東東了，後天要記得看哦。還是見得到啦。有緣會在其他地方見。好，那跟大家拜拜。大家有宣傳明天嗎？後天嗎？後天播出有。電視是不是6點半？對。你們錯過了東東最精彩的演出，你們好可惜。好，那我們今天突襲就結束嘍，跟他說拜拜，拜拜。